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今日去花莲，除了拜访县长市真伟以外，互人较关心的是，伊甲入位布困期之间的互动。两人一见面就握手，更加呢，伫致辞的是互相化当选加油。不过，更加互人注意的是，这个市真伟接受访问的时，完全无讲到讲要挺侯友宜，干那讲一句支持上好的选定。 侯友宜和布困期徛到阵，就算握手，敢有短短两秒钟，不过嘛算是真罕哩看画面。只是爬楼梯时无牵做伙，直到伫咧大家面头前才有牵手交流。让不分歧立法委员继续连任，让郑天才立法委员继续连长吧。好，我们一起为侯市长来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侯友宜，侯友宜，甲对方加油赞声，侯友宜来花莲这抓，就亲像参加面试，心情动也阁唔知。我们今天来是要表达对侯市长的支持吗？会支持侯市长，相对好。谁能够让台湾安定？我想这就是我们最佳的选择。就是白讲有要支持侯友宜无，不过国民党除了安台爱个风化，党主席朱立伦就来谈未来宪改。我们应该要有所谓的阁揆同意权，总统一定要定期到立法院做国旗咨文报告，完全偏向总统制。 走向于双手掌制，最后走向责任内阁制。声声句句听起来是淡薄是溜溜，因为民众党高文天嘛讲过，要恢复内阁同意权，佮有要求总统去立法院报告备询，这到底是伫咧替老爸下做暗示，或者是已经伫咧开创先机？政党之间，你知道哦，固然有竞争啊，但是我相信相同的部分更多了。阁揆同意权这件事情。 这真的要拿出来谈了。总统拿袂下，敢有可能就算健保补助证件扣高问题，屁上减经费，侯友宜看起来真改天。柯市长他也很重视，他随后也跟进来。我觉得只要是人民能够做得到，让他感受受到照顾的好的政策，大家一起努力。两军互相对战，找出好政策，唔望同齐变势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